本来应该匆匆庸庸，有言有语，现在是匆匆忙忙，连滚带拔。正敢说瞎话，你在哽咽什么？你在哭什么啊？没出息。你是在好定，是在好傻呗？你是在哭，是在花傻呗？呐，这里简单的代志不敢去做，你敢不知家己无出脱？你是在靠啥？是在好傻呗？讲紧讲目屎，吞落拍个地，叫你这款样是真无出脱，无出脱啦，你真是无出脱。本来应该匆匆庸庸，有言有语，现在是匆匆忙忙，连滚带拔。真敢说瞎话，你在哽咽什么？你在哭什么啊？没出息。你是在好定，是在好傻货？你是在哭，是在花傻货呢？家里简单的代志不敢去做，你敢摸着家己无出脱？你是在靠啥？是在好傻货？讲紧讲目屎，吞落鼻头气，就你这款样是真无出脱的，无出脱啦，你真是无出脱。简单的代志不敢去做，你敢不知家己无出脱的？你是在靠啥？是在好傻货？讲紧讲目屎，吞落巴肚地，就你这款样是真无出脱的，无出脱